咱即时来欣赏，伫早起时礼拜中，咱做伙要吟唱的诗歌。头一首是圣诗第158首。来，做伙来，预备，来。我有一好朋友，耶稣相我，伊会予我地球，耶稣相我，世间快乐今天朋友交陪快乐。得主仰望教会，耶稣相我。当咱看主做咱的朋友、至好朋友的时阵，上帝检采嘛会看咱，亲像阿伯拉罕共款，做咱真正的朋友。所以咱透过一首真古早顶1世纪、顶2世纪所写的诗甲曲，咱求上帝帮咱。透过这首，咱来祈祷讲主，求你做我至好朋友。这是咱来吟第3节啦，吼，第3节，158首第3节。耶稣相我，我心可以帮在耶稣相我，我欠亏主保佑，已不会退休，今生无可结局。耶稣相我，这时咱来献开圣诗第443首。来，第1节就好，好，预备，来。愿大地主圣殿，要行就真个殿，罗布恭敬的主面前，你是最理财言。咱检采感觉吟这条歌。敢若怪怪，其实毋是吼。今仔日咱小会已经决议讲，伫今仔日这个主日，也就是2024年上尾一个主日，咱有要新任的长老、执事甲各团契的首长要就任，所以等一下，咱伫遮会做伙见证，伫2024年的上尾一个主日。才会首长会就任，所以伫就任的过程内底，其实这首歌圣诗，这首圣诗其实咧提醒，才会要领受圣职。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拢讲这职务叫做圣职。什么是圣职？所以爱请咱特别注意哦，吼，圣职是甲外口的迄个职务，迄个步高升无共款吼。咱想讲。掠做职事就较悬，其实毋是吼，做职事较低小可，然后做长老咧较低小可，做牧师咧搁较低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受调来做萝卜，拄好是咱的教会咧看这性质要紧的所在。所以愿上帝帮咱，其实会当服侍人是一项上帝所呼召特别的恩典，求上帝。就甲咱做伙伫咧，咱来吟第2节就好吼，咱来吟第2节。这条歌其实真熟吼。
愿主受死在灵，好以心的纯净，待人温柔的一领受，心都通的造就。当咱咧吟的时阵，也常是要为着这个受职就任的众兄弟来祈祷，求上帝特别赏赐祝福甲开力。这是请咱安静咱的心。各位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要称赞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佮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仆人大逼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请咱三角来吟圣诗而乐，圣诗第158首，圣诗第158首，我有志好朋友。我
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洁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用请坐。启应文，咱三角来启应，伫信息的后面111面，暂时也是诗篇24篇，启应文第9篇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。世界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轨下伫深海。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是手清气、心纯洁，无拜偶像、无随便酒泉的人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的祝福。上帝要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凡人找求上主，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朝见伊。遮门啊，就拍开。永远的门啊，就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是强搁勇的上主。你是百姓的上主。遮门啊，就拍开。永远的门啊，就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是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。你是宇宙万物创造的上帝，伫这个寒冷的天气中，你阁保守阮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。阮献上阮的感谢，阮伫遮也祈求主来赦免阮一切的罪过。伫这个动乱的世代，阮求上主怜悯保守，互这个世界会当建立和平，保守台湾这块土地的领导者。有智慧来治理台湾这块土地，阮也恳求上主保守牧师、中职、同工、服侍的团队，有信心的引带，伫真理甲听的中，会当互相来扶持，做伙来经历上帝的听。伫这个旧的一年，阮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。愿阮每一天，无论伫顺境中，也是伫逆境中，拢会当体会你的慈爱甲信实。求你赐下平安，互阮有安静的心，会当较慕你的话，搁较有信心来仰望你。阮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看圣经，圣经伫旧约创世纪47章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47章第1节到12节。约瑟入去见埃及王，对伊报告讲：我的老爸甲我的兄弟带因的牛群、羊群，甲一切所有的，对迦南地来至高山地。约瑟对伊的兄弟中间经5个，带因做伙去见埃及王。埃及王问约瑟的兄弟讲：恁在做甚物工作？因对埃及王讲：你的仆人是饲羊的人。阮甲阮的祖先拢在饲羊，伊阁对埃及王讲：迦南地饥荒真伤重，你的仆人的羊群无草通食，所以原来愿望会当寄居伫遮。但求你允准你的仆人住伫高山地区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
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来到你遮，埃及地拢是你在管理。你通互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住伫上好的地区，因通住伫高山地区。你若知因中间什么人较有才调，通派因眷顾我的前生。约瑟带伊的老爸雅各入去，徛伫埃及王的面前，雅各就甲埃及王祝福。埃及王问雅各讲：“你现在几岁？”雅各对埃及王讲：“我现在130岁，我的人生的岁月短搁艰苦，不比我的祖先食长岁寿。”雅各搁甲埃及王祝福了后，就离开埃及王出去。约瑟接埃及王的吩咐，互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弟住伫埃及上好的地区兰塞的地，搁将迄个地区互因做产业。约瑟用美牛奉替伊的老爸，搁供给伊的兄弟，甲因老爸所有的家属，连上细汉的囡仔嘛在来。圣经以上。俄勒，咱请小诗班。
并道，咱请吴富林牧师，伊今日要传讲的题目是上主的呼召，上主的呼召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请问咱知影，这个伫媒体咧票选，就是台湾2024年代表的字是倒一字？咱知影？哈？贪吼。第二字叫做乱啦吼，介像是安尼吼，介像是安尼，总是不过我感觉用这字来形容2024年的台湾无真准确。遮个人拢看伤侪电脑、手机甲电视啊，所以因看无台湾生命中更较要紧的代志，以及伫台湾社会内底所发生的代志。随上，咱爱会记住，请毋通看伤侪电视、手机甲电脑。爱会记住，遮个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，迄个关掉就了啊。要紧的是看咱应该爱看，这个世间上帝所赏赐予咱美好的祝福。然后上好的祝福其实无偌远，就伫你的边仔，所以请你的附近的兄弟姊妹来讲，感谢上帝恩典，感谢你甲我咱做伙做礼拜。然后来当握手，请你嘛会当甲伊握手。你来当握着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人，安尼上好。所以毋通只有看真少的代志。假使咱若看，搁若新闻媒体拢咧录的代志，就忽略了要紧搁较重要的代志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咱看见搁较要紧的代志甲人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今仔日阮做伙组织，今仔日也是2024年上尾一个主日。主，阮伫即日要尊你最大，要向你献上敬拜，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。感谢你赏赐，互阮经过2024年，主，阮相信伫接下来2025年的时，阮相信你是时间的主，你要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当雅各下决心要全家落去到埃及进前，创世纪46章的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带全家出发，去到别是巴，伫遐献祭予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。米是上帝伫异象中，甲雅各讲：雅各，雅各，伊讲我伫遮。别是巴是迦南地上南的一个城市，地号名啦吼，别是巴。所以以撒过去捌伫遮去祭坛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雅各去到别是巴的时阵，伊就伫遐，伫老爸所起的祭坛遐来敬拜上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雅各伊即时所行，其实拄拄好是配得以色列族长的特质。咱来知对创世纪来看，不管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就是雅各。每一摆因做牵线，就是最要紧的决定的进程，因拢会向上帝献上敬拜。献上敬拜某一个部分，就亲像 GPS 定身定位共款。咱现代吼，有当时啊，迄个咱若拍开手机，迄个 GPS 找咱知影什么会叫 GPS， 就是迄个真侪人拢会用导航。咱有当时啊拍开手机，迄个走去啊，伊找无咱伫倒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
每一遍的献祭，或是敬拜，或是礼拜，其实拢是定心定位的时阵，就亲像咱的主日，咱会做伙来敬拜上帝同款的意思。总是这项代志，就毋是约瑟会做的。当然，因为约瑟生命中所经过的遐个情景，加伊的环境，检采伊伫埃及无法度自由来敬拜上帝。总是大汉了后，约瑟就亲像艺术家咧描写伊。约瑟看起来往往有冷静，迄个稳定甲威严做伙来平衡权威者的迄款的距离。若毋是伊的兄哥真互人感动的回应，咱真歹看到约瑟真正的性情。然后约瑟的施政，伊的政策也亲像伊的个性。后来，这个情况哪来哪严重？上尾，咱读到伊的施政的内容，创世记47章的20节到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安尼，约瑟为着埃及王买全国的土地，埃及人因为饥荒严重，故不将着买因的产地。遐个地就拢归属埃及王。约瑟互埃及全国各所在的人民，拢诚做奴隶。咱若照威恨这位福音派英国神学家所描述，伊讲每一遍咱若读到这，咱就爱知影这项代志。现代读者真歹看约瑟的施政，叫做好所行，因为伊所做的一切看起来，敢若对迄个受难者的剥削。因为着生存被逼因为着要活落去，被逼得爱卖掉家己的所有，甚至卖掉家己的精神，上尾阁卖掉土地。到上尾安怎？甚至爱将家己卖掉呢？这是安尼写哦，描述是安尼写哦，甚至爱将家己卖掉。所以看起来，这个约瑟敢若真奸的 broker， 迄个中介，真奸的 broker， 伊趁人斗起火，就大人入去因兜拢摕了，趁的是遮尔大的利益。当然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这是对现代人的角度，以及无真正伫迄个情境内底的观点。实际上，伫以色列就是散甲将家己卖掉，爱等到死年，会当得回家己的土地甲自由。这记载伫利未记25章的第7节，这叫以色列的人民的法则。总是埃及的法老无遮慷慨。威尔顿这位旧约的学者，伊讲，就是遮的百姓，埃及的百姓变做奴隶，因只需要纳出产20%做农作地作，这真远来价伫古代当时的水平。总是这笔数其实袂当全算伫约瑟的头壳顶，因为伫迄时，威恨伫后壁的解说，伊个安尼算落写，伊讲伊救了伫饥荒中的埃及人，伊为法老解梦，显现出上帝赐予伊的智慧，同时也执行伊所做的建议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搁进一步来讨论。约瑟才会当算做义人，这其实是每一个读创世纪的人拢会讨论的代志。这不只是现代的神学家咧讨论，连古早犹太人的传统内底有更较侪讨论。咱来知影17岁约瑟一定知影伊的梦，
伊将梦讲出来，会引起伊的兄哥的反弹，总是伊着调工，伊着调工讲出来，表示约瑟什么货？伊少年的时阵是一个自大狂，一个对家己真骄傲的人。后来不管伫波提法的厝，或是伫家国内底，伊拢会当互人看重甲提升。可见约瑟伫适应环境，常时咧保守顶战有伊一套。就是伫狱中，伊的朋友嘛毋是罪犯，伫狱中伊的朋友是王的正大臣。当伊互人提升做宰相，伊有埃及名，娶埃及某，连米达斯这个犹太人的经典也安尼注解讲，雅各并无袂记即伊所学的，总是约瑟早就袂记即了了。所以当伊的兄哥来到伊的面头前，完全无法度认捌这个叫做约瑟。这表示约瑟当时已经彻底互埃及同化。咱若用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约瑟，咱拢会当称约瑟叫做成功人士的典范，对吧？约瑟叫做成功人士的典范。总是咱爱知影另外一项代志，伫世界会当得到极悬的成就甲地位，是安怎？伊会互人叫做义人？伊当有法度世界的成就歹势？伫人来看，伫上帝来看，但会当称作义的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这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大圣伫事件，当伊互伊的兄哥无情的对待的时阵，根据米达斯这个权势，伊对迄时开始就无讲话。只有伊的兄哥准备要卖伊的时阵，伊才开始啼哭祈求赦免。也对迄时阵开始，雅各也开始无讲话。无讲话表示雅各毋肯受安慰，失去希望，切断伊甲世界、甲上帝的联系。上时，上帝改成也伫迄个时阵就开始无讲话。伫到创世记46章第1节到第2节，这咱读第7节，照犹太人的传统讲法，伫到这个时阵，上帝才恢复伊甲雅各的讲话。人无讲话，有当时也是武装，有当时也是假做真公义。搁那一个壳，我来围起来。人的无讲话，有当时也是破碎。总是人的无讲话，有当时也是痛，因为痛苦有当时互咱挡袂牢，会喊出声。总是痛会互咱将喙齿忍掉的。米歇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，伊安尼诠释约瑟。伊讲义人摕早教，伫阿拉伯文内底代表的是朋友，义人是朋友。总是伫希伯来文内底是邪恶 Russia 的倒并意义的一字词，所以 Russia 意思是犯人类的罪，总是并无犯上帝的诫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约瑟是善良，对人来讲，伊是善良的，因为约瑟克服了内心的捆绑，毋是为着要更较接近上帝，是为着要更较接近伊的同胞甲兄弟。所以原则上，这就叫做伫犹太人传统内底看什么人叫做义人的标准。所以什么人叫做义人？
就是甲人有合宜的关系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所以咱会当安尼用安尼来对约瑟评价，伊徛官位，总是伊放弃报冤仇，这已经是真罕见的德行。照维瑟尔所讲，只有义人才会当赦免，阁无袂记节。虽上约瑟并无袂记节，所以义人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愿意赦免，总是伊并无放袂记节的迄个人。总是到新约，咱会知保罗对义人有进一步的推论。保罗用亚伯拉罕做例，罗马书第4章33到24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甲伊算做义，即句话毋是单单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遮个人写的。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咧对咱讲这样代志，伊写批互罗马教会，伊上时也咧对咱讲这样代志，就是咱若相信耶稣是基督，就不止互人，搁较会当互上帝看做是义人，这就叫做新约的称义。当然，这个解说，咱会读到罗马书的时阵，会搁较侪了解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欢迎咱大家2025年做伙转来到咱的教会，咱来听罗马书是安那解说义人甲称义这项代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咧对咱讲，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赫兰以后，虽然伊的家族已经来到第4代约瑟，总是上帝伫呼召中，互亚伯拉罕的祝福。创世纪12章第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，这个祝福由源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现在拄拄咧实现。所以创世纪47章第1节，咱就读到这个代志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入去见埃及王，对报告讲：我的老爸甲我的兄弟带因的牛群、羊群，甲一切所有的，对迦南地来至歌珊地。歌珊这个地号名其实是闪族的用语。有可能是指一个所在叫做埃及的三角洲啦吼，三角洲的迄个地区。咱来知埃及全境只有6%的所在会当耕作，总是歌珊这个所在拄拄伫迄个内底。有可能这个所在是伫图米拉河的一带，伫Hyksos 的这个王朝时期，即摆挖出来的埃及的文献，就提起确实这个所在古早是带闪族人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地区真适合来牧羊，拄拄好符合雅各甲伊正的囝儿的需要。创世纪47章第50到第6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来到你遮，埃及地拢是你在管理，你通互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住伫上好的地区，因通住伫高山地区。你若知因中间什么人较有才调，通派因眷顾我的情生。埃及王对约瑟的厝内底的人真宽容，当然是因为埃及约瑟当时伊帮埃及王来解说梦，以及伊施政救了全埃及，直到得到王的好意。
创世纪47章第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带伊的老爸雅各入去，徛伫埃及王的面前，雅各就甲埃及王祝福。雅各甲王祝福，有另外一个翻译，买当翻译做，买当看做理解做雅各甲埃及王致意，就是请安。咱来知这个所在真特别，埃及的法老拄着应允的老爸。对表面上来看，埃及王住伫一个真好的所在，是一个有大官兵的试运者。雅各呢？雅各过了是危险无稳定的游牧生活，两人的地位差真多。总是因虽然只有短短的对话。总是讲故事的人借着雅各前后的祝福，创世纪47章第10节，这个对话了后，阁有一个祝福哦。咱做伙来读第10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阁甲埃及王祝福了后，就离开埃及王出去。所以讲故事的人，互雅各伫这个所在占较悬的地位，咱有读到无？咱爱知影真特别吼，虽然无真会当人祝福的人，通常拢互人看做是较悬的地位哦吼。通常啦吼，通常是互人看做较悬的地位。这检采是以色列的祝福埃及，就是传统的请安。可能因为礼貌对长者来的祝福，王也安尼来接受。总是对约瑟的整个故事来看，约瑟伫少年的时，互人卖，互伊的兄哥卖。虽然是以色列这个家庭的不幸，总是当伊来到埃及，伫上帝引出下面来祝福全埃及，这嘛是整个约瑟故事的缩影，听有意思吼？伫这个祝福内底，也是整个约瑟故事的缩影。伊来到埃及，祝福全埃及，这是埃及真正的需要甲欠缺。拄亲像我这位神学家所指出的，这个故事咧对咱讲，每一个民族拢咧听候以色列的祝福，真趣味哦，真趣味。所以因的对话真趣味哦，因这个对话真趣味。创世纪47章第8节到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王问雅各讲：“你现在几岁？”雅各对埃及王讲：“我现在130岁，我的人生的岁月短搁艰苦。”不比我的祖先食长岁寿。其实埃及王只是想讲要甲雅各凊彩开讲尔，咱有发现对无？伊只是凊彩问一句，凊彩开讲。总是雅各去回应王无心发出的问题，讲出伊对食存囝脚一生的感触，对。这个对话了后，创世纪47章28节描述雅各上尾的结果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住伫埃及17年，伊生活147岁。咱来知用现今的眼光来看，雅各活147岁，会当讲是咱无法度想象的。长岁寿对无？总是长岁寿，敢是祝福？无得卡哦。人更较要紧的是活，你活的时阵是活什么款？你活了有好无？以及对家己所伫的迄个境遇的感受。雅各诚实讲，伊迄个。
迄种无土地、无安定的生活，在伊眼中来看，佫短、佫苦、佫艰苦。雅各甲法老真短暂来拄着，然后因的人生有真极端的对比。法老有埃及所有的土地，对无？伊有埃及所有的土地，然后埃及人拢做伊的奴隶呢。伫当时，这是有极权、极大的权柄，伊徛官位，看起来敢若有繁荣、丰富，总是看起来一无所有。伊怨叹家己的人生，佫短佫苦的雅各，伊有的是啥物货？伊有的只是上帝的应允尔。都是上帝的呼召真奇妙，互真个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以色列，雅各其实伊即摆名叫以色列。互真个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以色列来到埃及，祝福迄个所在，保全了埃及。创世纪47章11到12节，上尾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照埃及王的吩咐，互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弟带伫埃及上好的地区。南塞的地，佮将迄个地区互因做产业。约瑟用美牛奉待伊的老爸，佮供给伊的兄弟，甲因老爸所有的家属，连上细汉的囡仔，落嘛在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伫迄个饥荒上严重的时阵，上帝呼召这个家庭，就照着温容伫约瑟生命中的祝福，保全了全家人对老到岁的性命。然后咱伫遮所读到迄个南塞地，应该是用埃及后来的法老南塞二世做地号名，所以神学家一般是认为，这是讲故事的人用后来大家拢知影迄个地名来指出高山大概的位置。咱西是后壁的名吼，因为当时有可能是主前2000年左右，或者是2200年左右，所以拄拄咧对咱讲一个一无所有的祝福，迄个所在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伫行路时，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，伊的门徒甲伊问：rabbi比，这个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伊本身，也是伊的父母？耶稣的门徒误会掠做。一个人若生来失明，就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上帝，所以因才会伫遮耶稣来提这个问题。这就亲像约瑟伫少年的时，互伊的兄哥因为嫉妒怨恨来变做奴隶。咱来知，咱若用传统的眼光来看。一定是这个人的命唔好，一定是这个人安尼，甚至有可能是伊的老爸，还是伊顶一世人迄个轮回啊吼，顶一世人得罪神，至到才会发生这个代志。总是主耶稣是安尼应，约翰福音第9章第3节，耶稣是安尼应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，做伙来读。耶稣应讲，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耶稣拒绝伊的门徒所提这个解说性的问题。伊知影一个失明的，就是互人。甚至互人卖做奴隶迄款的痛痛，
伊咧对伊的学生上司也对咱讲，毋是这个人，就是伊的父母得罪上帝，是要照着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会记即项代志，就是伫咱的生命历程内底，咱感觉咱的生活搁短搁苦，咱爱知失明本身已经有够啊，搁爱互人指指点点讲，这是神咧在你执法，互人袂做奴隶已经有够惨啊。有时阁会拄着歧视，总是遐个捌互人破碎，甚至疼甲讲袂出声的时阵，我相信怜悯的上帝伫遐有听到咱有讲话无讲话的哀叫，伊会呼召咱，伊要应允咱，找牵咱，互咱。就是感觉咱的一生是一无所有，搁苦搁短，慢慢呼召咱去祝福咱所拄着的人，祝福咱所伫地的所在。因为当咱若愿意开始祝福的时阵，咱知这就是上帝的呼召。那安尼，咱必然会伫咱中间显出上帝。要显示伫咱中间的作为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的欠缺甘软者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是阮的生命中有侪侪时阵，是感觉阮的生命搁苦搁短，总是主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认会出，这搁苦搁短的日子是你呼召阮，你爱阮出去祝福阮所伫地所在，以及所拄着的人。求上帝的呼召帮助阮，互阮回应你的呼召，伫阮中间显出你的作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。这时，咱要来进行就任式。大先，咱要来进行。张乐乐的设立，所以咱这时这点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，要奉立李正义、亦罗建成来做教会长老。伫旧约时代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。三个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，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奉侍上帝话牧师，三个管顾伊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冷心的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，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。若受交代，通代表东会、副中会、总会，都无教会的发展。所以这个时阵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吟诗，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，圣诗第443首第1节到第2节。伫第2节的时阵，我要请罗建成、李正义做伙来到台前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第1节到第2节，做伙来吼，预备来。万大的主圣殿，要行就至礼殿，
路步恭敬的主面前，你是最你最言，万主灵就在灵，后一心的瞬间。爱情温柔的一领袖，心都堂的造就。会众请坐。这时要来进行长老的誓约，所以我伫遮来用问的，请恁两人的做伙。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应答，恁担要领受长老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？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承认的使徒圣经？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。恁欢喜做桃园灯会的长老，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，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。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，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？好，这个时阵我要请会众来誓约，所以我要请会众，本会友咱起立，咱做伙来誓约。这个时阵也是咱定心来誓约的时阵。恁已经经偌建成李正义做恁的长老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照法度伫你教会，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，恁要安尼行也无？恁着敬听因、体贴因、替因祈祷。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，爱恁得着救，恁着帮助因，互因搁较会尽长老的本分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彼此若有错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世界报扬，致到妨害大局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会众请坐。贵哦，进城，来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赏赐，你引带祝福带领，互你的囝儿，他愿意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誓约，成做教会长老，承担这个圣职。主，愿相信，你伫你的囝儿生命中，一个出世伫腹肚妈妈的腹肚内底，你就捌伊，你就甲伊做伙伫底。主，愿将建成伊的生命，以及伊的服侍、伊的工作、伊的家庭，拢交伫上帝你的手中。求上帝。圣神甲你的囝儿做伙伫地，保护扶持，互伊今仔日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承担这个圣职，上帝你就甲伊做伙伫地，赐伊智慧甲开力，保护伊，互伊尽忠尽职伫长老这个圣职顶头，真正伫世间人的面前做光做盐。诚侪上帝你听的见证，
祝愿愿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，祝你呼召竞选你的囝儿，真做堂教会的长老，承担这个性质。主愿相信，上帝你圣神就甲你的囝儿做伙伫地。虽然自认家己的有限，有当时喙齿无得确，有够去认同，总是上帝你呼召，你竞选，你特别祝福。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，互你的囝儿伫伊的工作，伫伊的家庭，伫伊教会服侍内底，拢得到上帝你完全的带领甲引带。特别今仔日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承担圣职了后，求上帝圣神就甲你的囝儿做伙伫地，保护扶持，互伊真正成做上帝你伫这个世间听的祝福甲见证。祝愿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来宣告，所以我要请咱兄弟也起立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桃园东会的长老，来协助牧师线通知，互遮的信徒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付恁的。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，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，监督因，毋通出伫勉强，是着尽欢喜的意思，做羊群的模样。就大牧者显现的时，未得到未败坏阳光的冕旒。会众请坐。这时，我要邀请咱的小会员来现任的长老啦，来接咱吼，咱来行阿手咧，所以向后转哈，来，不要，恭喜。恭喜！来，先请哈，先请。我即时等者，我嘛要邀请过去捌伫咱教会承担长老的圣职。遮个现在无在任的长老做伙来握手接力，吼，来。我想我伫遮就免阁介绍因啦吼，以后因用因的行动来介绍因本身，哈，用因的行动来介绍因本身。来，请握手者啦，我嘛要请咱的长老吼来握手者啦，吼。来，苏镇长啦。有要来无哈？好吼，安尼咱来翕相啦吼，来头前，迄个来头前吼，来翕相，不要紧，爱抓芳哦吼。好，多谢吼，咱拍风啊来多谢因啦吼。
我就莫介绍啦吼，多谢多谢。这是咱小会也是奉爸囝圣神的名，要组织设立我所里所读到的名，敬请省略。陈素颜、黄定义、黄腾义、黄东颖、赖建义、蔡以如来做咱的教会执事。大起先。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咱也敬人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。所以这时，咱也要来做伙吟圣诗第443首的第3节到第4节。咱做伙起立，咱做伙来吟第3节到第4节。请吟第4节先，我念着这节书来台前。属一的会同大，将得无大亏难，永恒真理，良心无悔，宽盖罪人还悔，有时拄着困难。愿主归乐帮赞，坚固罗布修掉修建，到世日真言。会众请坐。恁担要领受这事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也无？恁愿意做堂教会这事，就爱忠诚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教会。恁欲要安尼行也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。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，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，就我靠伊来设法。恁欲要安尼行也无？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好，这时我嘛要请咱的会众来起立，咱来誓约。恁已经敬陈素颜、黄定义、黄东营、蔡依如做恁的执事，恁有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替恁办理教会事，恁着敬重因、疼痛因、替因祈祷。恁欲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扬，致教妨害教会大局。恁欲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你竞选人来做你教会的服侍者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保护扶持，祝福带领，因带阮成做你的囝儿，阮受恩典，阮透过服侍来回应，这是自然的代志。总是阮伫正人中受敬，来成做教会职事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看重这个性质，互阮真正不管是伫教会内，或是伫家庭、伫生活、甲工作内底，拢通成做上帝放伫阮你爱阮伫地所在的祝福。
求上帝帮助扶持引带，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宣告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桃园东会执事，线通知正会友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付恁的，当恁受设立做执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，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荣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，会众请坐。这时我嘛要请牧师甲长老来行握手礼来接纳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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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恭喜！苏妍姐。咱来翕相一下吼，咱翕相。我嘛莫搁一一介绍啊吼。啊，因伫咱的教会内底已经咧做诚真侪代志，不管是伫厨房，是伫过家，是伫逐款的服侍内底，已经服侍过吼。啊，所以咱已经爱记咱都多谢哟，咱拍破啊来多谢吼。欢迎。欢迎 ，OK。这时咱也要来进行教会机构首长的就任，所以伫遮我就无读这个因的团契名，我直接读念这个名吼出来就好吼。等一下要请吴传兴、黄玉石、苏怡玲、蔡乃平、尤祥林、邱信玉、柯宏斌、加陈雅婷，等一下来到台前来准备就任的誓约。愿上帝祝福咱做伙徛起来吟圣诗第443首的第5节。咧吟诗的上时，请我大读到的这个名、这个人，请咱来台前，咱做伙来吟第5节就好吼。歌古诗嘅福音，求念何不专心。何主千罪尽中落步，日主的快乐。会众请坐。这时，恁要领受上联团契会长、夫妇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社青团契会长、得胜者团契会长、圣歌队的队长，以及学贵学校的营长。愿上帝帮助扶持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这个圣职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好，这时我来宣告，请会众起立。宣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来做相联团契的会长、妇女团契的会长、社青团契会长、得胜者团契会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学贵学校的营长，就谨慎恁本身行为甲恁所做。
常常关心这个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会众请坐。这时我嘛要邀请咱的遮的小会员来接纳。来，拜托，麻烦你，谢谢，拜托，多谢，谢谢。啊，对，证书还没。咱去上座，咱先来去上啦吼。不要紧，先来去上来。好吼，小等者，咱大多吼，要记一个动作，爱颁发任命书啦吼，任命书，所以这个来建成了哈，建成来，建成要拍照嘛，拍照来拍照。OK， 来，还得对。真一张了哈，好，来，藤毅啊哈，藤毅，来，拍摄啊，好，大家稍等一下哈，快一点，等下，东引哈，咱爱多谢东引吼，礼拜中的小提琴啦哈。来，徐元杰 ，OK， 来，怡如姐，来。有当时咱拢无看到怡如姐吼，怡如姐拢伫厨房内底咧斗相共吼。来，团员长了，来，一起照个相啊。没错，没错。OK， 来，等下，一定姐，来，歹势啊吼，大家稍等一下，吼，妇女团契吼，邀请咱做伙来关心哈。献歌队嘛，邀请咱大家吼，会当做伙来学乐，吼。这个请咱爱关心社青啦，迄内面吼是社青团契的会长。请咱爱关心社青吼，咱的真特别的得胜者团契，咱续来今年度会换做这个社区的复赛，所以请咱做伙来关心啦吼。然后也听，上尾吼，咱爱为着咱的学几学校来祈祷，咱的学几学校的营长，吼来，咱搁一遍拍谱来多谢啦吼，多谢。要拍一下吗？要拍一下，最后，大合照。好，多谢哈，多谢。这是咱要来奉献。
请起立吟奉献的诗。那个红包啊，红包伫哪？你圣殿，咸当白白顺殿，虽然不达结无前，愿你甘那愿所献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伫这最后一个主日，阮感谢主你赏赐阮今年的平安，也求主你保守阮，伫明年，也继续来阮来看顾来保守，阮即摆献上淡薄金钱，做教会事工所用，求主你来降纳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顺序档的头前。我读一遍，请兄弟来读2遍。毋过，家伊算做义，即句话毋是简单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遮的人写的，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过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罗马书4章23节到24节，请。毋过，家伊算做义，即句话毋是简单为着伊。嘛是为着咱遮的人写的，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过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罗马书4章23节到24节。毋过，家伊算做义，即句话毋是简单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遮的人写的，因为咱有信上帝。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过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罗马书4章23节到24节。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面，第一面是服侍的内容，甲周间的聚会、主日学的聚会、教育部的课程，也请兄弟来注意家己的服侍。第二页是小组的聚会，甲奉献的明细，留顶台请教会办公室来更正。请掀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。今日本主日12月29，咱拄啊已经有举行就日2025年中级甲团契省长的就任式，拄啊已经就任完成。第2点，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，伫701室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是正月初5，1月份1月中集，长老是陈建州，执事台语场是林富雄，华语场是傅启芳。第2，关怀部会伫中昼12点半，伫701室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，112年学年度第2学期的入学金名单，请家己来看然后还袂领的，请到办公室来领，到今仔日来截止。第2。女子神学院圣经课程的招生，上课的时间是2025年2月13日到5月15，每礼拜四的9点到12点。上课的地点是701室，费用是1期3000块，讲师是连燕燕甲
李世芳牧师，课程是腓利门甲哥罗西书用那书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请用王团棍长老来报名甲缴费。2024年度奉献的关孝日吼，伫今仔日10指吼，若超过奉献的时间呢，是要做2025年的年度的奉献。第4点，2024年请款的关孝日伫今仔日上午9点10指吼。教会消息，搁补充吼，1月份的祈祷会是新年的祈祷会，伫1月初4拜六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举行。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拄要补充这项吼，就是咱明年度的新年开始，咱无举行迄个通宵祈祷会，不过咱毋忙会当用祈祷来开始，所以接落来安排是1月4号伫后礼拜，即礼拜拜六，暗时7点，要邀请咱做伙来教会。来做伙来为着刷来即年来祈祷，求上帝特别祝福，也感谢帮赞扶持。这个时阵社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，就是咱今年2014年了后，咱有2位长老的退任，然后因的退任有可能刷来就会因就无搁做现任的长老，因为因的咱照教会规矩是爱。这个70岁吼，所以因就拄好拢伫70岁这个卡道，所以接落来明年因嘛选咱名单顶头就无因啦吼，总是社会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要邀请因吼来到台前吼，是来志平长老甲张道长老吼，来，咱拍拍多谢因。服侍啦吼社会实在是上无步啦吼，上无要送啥只好送这啦吼，只好送这所以吼来，咱来翕相这吼，翕相表示我有送到吼，大家小看的第一啦吼，来，多谢。好吼，咱做伙来祈祷，主，我相信你竞选你的罗卜。伫你的教会成就美好的事工，祝愿你引带，互长寿长老、志平长老，因透过圣诞这个圣节，伫咱的教会内底过去以来所做成的各项代志，因伫正人有看见，以及无看见的这个代志顶头，拢尽家己的本分，尽职。到落尾，主，我相信上帝，你必然透过安尼来祝福，伫长寿长老甲志平长老的身躯顶头，愿上帝祝福的人在就甲因做伙伫地，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祝福带领，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搁一遍拍拍来，多谢因吼。永营信息的8首，请起立。起立，吟全首。愿主恩爱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信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当老我水，你蒙不阿弥看见。主的歌，各吟一遍吼。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，
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所互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我水，你望母黑暗暝看见主的光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，要别倒。请咱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